CP 粉呷到上晒腦，竟然開火鬧另一位女神。呢幾個月，古天樂同宣萱呢對古圈 CP 因為電影版《尋秦記》再次熱爆全城，班勇等甚至直接改口叫佢哋做爹哋、媽咪。本來係全網狂歡，點知第44屆金像獎頒獎禮之後，震火藥味竟然燒到去另一位女主角郭羨妮 Sonia 身上，甚至有人開口鬧佢綠茶。到底發生咩事？首先係典禮當晚一個細位，有眼尖嘅網友發現，典禮剛開始嗰陣，古仔身邊係坐住宣萱嘅，但到咗 Kiss Cam 環節，郭羨妮就突然出現喺古仔另一邊。古生當晚亦都好大方，同左右兩邊以及後排嘅滕麗名都嚟咗段隔空 kiss。本來尋秦記劇組大團聚係件開心事，但有啲激進嘅 CP 粉就唔買賬，質疑 Sonia 點解原本唔係坐嗰度，偏偏要喺呢個時候現身，搞到 Sonia 經理人要親自喺 Res 回應，解釋翻座位安排嘅技術問題。如果話 Kiss Cam 係前菜，咁落樓梯風波就真係導火線啦。有花絮片影到古仔喺酒店出發嗰陣，扶住 Sonia 落樓梯，呢一幕令唔少古圈 CP 粉即刻崩潰破防。有粉絲分析話，原本係由經理人扶住，係因為要拍攝先至換古仔扶。Sonia 日本人亦都親自留言回應：係啊，因為拍緊落樓梯，經理人要坑開，跟住我爭啲跌，古生即刻捉住我，先唔使碌落樓梯。你哋爹哋媽咪永遠係細一架 OK， 明白未？呢句爹哋媽咪本來係想平息風波，點知俾部分粉絲解讀成陰陽怪氣，甚至有人話佢呢種回應方式好綠茶。輿論發酵之後，Sonia 揀咗刪除留言，結果又被質疑係心虛。最後佢再次發長文表態：我不想也不用爭什麼，刪 post 是因為我見到少數人曲解我本身好直接嘅意思，我尊重你們的偶像，此 post 絕不刪。講真，CP 粉呷到直接冒犯同組其他女藝人，喺演藝圈真係少見。大家本身都係識咗咁多年嘅老友，原本尋秦記重聚係大家嘅集體回憶，如果因為粉絲太偏激，搞到藝人之間變到好尷尬，咁就真係得不償失。追星要理智，呷糖要適度，千祈唔好俾你嘅熱愛變成偶像社交上嘅負擔。